在地上大条来看，这南投的草屯有一间工厂透早导火，造成一个人死亡。也若伫咧台中的台艺，昨半暝嘛发生火烧厝的意外。加在这厝主3个人是拢总有救出来，毋过有小可遭着伤。 消防人员喷水拍火，南投草屯的玉屏路一间五金加工厂，2早起6点半导火，因为厂房内面拢是机器工具等高度的设备，现场火炭正紧。现场的资源阁无够，水上队是由附近水鸟潭的水来拍火，火伫半点钟后来控制。现场发现一具烧甲乌草搭，唔知影身份的尸体。公所讲，敢若是线路上久才会导火，会协助慰问罹难者的家属。 现场这边也没有消防车，因为道路很狭小，所以我们是采取旁边鸟水潭的天然水源做我们的救灾水源使用。那之后我们最后是到最角落的时候才发现有一位罹难者。先会发放1万块的慰问金再我们再向县府再来争取20万的那个丧葬补助会给他们。 台中电气区电气路巷一栋30楼透天厝，2号暗时11点多也导火。厝主是做门窗的，伫1楼有蹲真侪高度的门房建材，所以火炭正紧。附近的客家赶紧来刹车，相对来了，甲厝内3人救出，即拿小可砸掉。厝主讲有听到爆炸的声音。火足大，咧玻璃镜就变破，直直变听到我先听到嘣2、3下，嘣这个声，嘣3下，什么关系？找到他们的时候是在2楼的后方，那也从那个1楼把他们救出来，这样。来，旁边就上去。30楼拢导火，消防人员赶紧由水线拍火。另外，云林启东万恒村2楼透早1点多要明体导火。 在第一时间就接触到屋主，他表示他出警后有失败，可是他过去有稍微杀到他。消防局讲，3楼厝顶是违建的铁皮厝，火伫1点钟后了拍花。4月厝主一开始家己拍火时阵小可烧烫伤，已经送病治疗。这场件火警导火原因，即马还阁伫咧调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